大家好，今日係5月20號星期二，咁啊，琴日咧港股開市就急挫嘅，恒生指數一跌189點，國企指數跌69點，科技指數跌54點。咁啊，美國政府咧就調查阿里巴巴同埋蘋果喺人工智能嘅合作。咁啊，佢擔心咧，阿里巴巴從中獲利，即係中國咧就得到發展呢個人工智能嘅秘密，股價開始咧就再跌2.8%，跟住係跌成差唔多係4% 啊。咁啊，美團跌1.75%，小米跌1.4%。開市之後咧一度反彈，但係跟住咧又再跌翻200幾點，最多係跌285點嘅。阿里巴巴跌成4.7%，小米跌3.8%。手機設備股跌幅大，舜宇光學跌4.5%，咁啊仲有瑞聲跌3.8%，呢個高偉電子跌3.5%，汽車股都跌，理想跌3.4%。呢個但係低位咧，港股反彈，恒生指數咧跌少過100點嘅，但係上晝收市係跌114點，國企指數跌45點，科技指數跌54點，成交1055億元。下晝跌幅收窄，一度喺度反彈，但係後尾都係收市都係下跌。咁啊，電信股做好，中國聯通升3.7%，係升幅最大嘅藍籌嚇。咁啊，美團升3%，騰訊升1%。咁啊，茶股再升，哇！蜜雪升6.5%，茶百道升7%，股明升2.1%。三生製藥授權輝瑞幫佢推銷一隻藥，同埋咧收輝瑞咧 Pfizer 咧有意認購1億美金嘅三生股份，股價急升14%。咁啊，收市恒生指數係跌12點，國企指數跌7點，科技指數跌36點，成交1847億元。琴晚咧，美股就係窄幅上落，係微升嘅。上個星期五穆迪咧將美國政府嘅債評級咧降到係降一級，去到 AA1 嚇。咁啊，市場係擔心美國國債嘅問題。咁啊，道瓊斯升137點，呢個標普升5點，納斯達克跌升7點啊。咁啊，今日嚟講咧就係港股預託證券大概升100點到，咁仲有咧就係呢個寧德時代上市3750，應該就可以賺到2000蚊左右啦，就有得賺就得㗎啦。咁啊，因為咧股價係冇乜嘢上升嘅空間。咁啊，今日港股應該係微升，有錢賺就要食糊。